另外講翻啲樓市消息，美國麥當勞總公司近月先後出售多個自用鋪位，最新一個登記成交係慈雲山裕華街68號萬年戲院大廈地鋪，面積6746尺，喺上個月以3800萬賣出，尺價5633蚊。較麥當勞總公司喺1993年以2100萬買入，帳面賺到1700萬，賺幅大約80%。雖然係有賺，但跑輸大市，而買家嘅身份亦都曝光，係工商鋪資深投資者台灣張延瑞透過公司名義買入，而目前鋪位嘅每月租金係22萬7，即係租金回報有成7厘2，真係覺得筍到冇朋友。而麥當勞近月已經先後賣出咗4個鋪位，套現接近3億。而相比之下，台灣張算係近年工商鋪投資者較為穩健嘅一個。而最近一次入市就喺舊年，以2億9800萬向房協買入11項非核心物業，而大部分都係地鋪。